这支是迄个。我要坐呢。对啊，你摕，你还摕两支落。你想着的啊。等下我烫衫。哦，这支是另个分别的。这支机嘛开始啊呢。哎，这今仔日奖品啊，奖品人够多，是安怎今日有奖品？奖品我甲你下好无？袂使。你讲要斗头运气，我叫无来。讲要斗主持，我俩助理嘛无爱来。歹势势。无影。歹势歹势，适合态度，这甲这变起来是咧。What？ 哦 ，OK， 开始啊。干净力。这是今日的奖品。啊，等下今日的奖品要怎送出去？看恁个我袂想啊。恁都有想啊？唔管去看吗？诶，建伫倒位？去看吗？吹波上。我揣无会使，咱袂所在，我会配这是 YouTube 还是名册？线顶的朋友。我叫你设定歹势而家你。线顶的朋现在友。买来无？线顶的朋友聊天话好。老话讲唔食 ice cream， 可是这边。够有够酒啦。线顶的朋友，线顶的朋友。你爱。哦，OK， 等先把迄关起来。啊？等者哦。哦，饲着啊，饲着。迄无要紧，迄无要紧。迄敢无要紧。迄袂影响声音。袂。无，我感觉还是甲伊创掉。观众朋友，大家，还好。等下哦，等下哦。先等者哦。欢迎。哦，等下。即摆你看到的手仔是阿中的手仔。哦，什么？啊，靠腰，叫我记着哦。哦。哎哟，碰着边仔即粒啦，伊甲我饲 camera 咯。欢喜诶！你无我袂晓爱讲迄个。继续。就是。歹势，即摆现有一寡技术性的问题爱解决。恁即摆先看我食物件。恁即摆先看我食物件。是安怎这边是你家己一个人食呢？恁两个人怀咧做，我要。太主要有淡薄仔需求。哦，开始啊！等。汤匙。哦。哦，各位亲爱的建国友志，大家好，欢迎来收看今晚的建国之声。建国之声，欢迎大家来唱声，是不是？今日邀请来的来宾是大家拢足熟悉的，就是。普通的老母。即摆是一个普通老母，毋过我认识一个足熟。哦，无。哦 ，OK， 是分配局生做伙讲台语，算到我妈妈好无的，嘛是两个台湾囡仔的老母，即摆看袂着啦。哦，等下小有人讲要看阿明啦。莫看阿面啦，莫看，足歹势，足歹势。阿明的面具哦。一点记着这啦哦。烦死。哦，就麻烦。哦。哦。哎，刚有看到伊。你直接我有就你个走，我直接我过来。哦，所以讲，哦，好啊，播。今日对。啊，未讲煞诶，对啊，未讲煞，我想讲刚介绍了，就是今日的来宾就是要讲啥，就是咱拢实在张兄啊耶！你咧老干小，你头一间做主持。对，我头一间做主持。就是讲。今日是，当然我干小主持无，因为头一间做主持。凊彩，我是男的，我是男的。你哪？你敢有敢出去？对，我是男的，我细男，我毋是。敢爆死！干头一摆主持就毋保调，你实在是叫毋通。对，就是，伊是哪一款啦？等我一下哦。伊即届就是后摆可能就是伊有想要逐礼拜其实，阮的人嘛是，咱的人嘛是无遐尼忙，所以就是爱逐个爱迄个
工作爱拢捡起来做。对，所以讲恁真有可能2礼拜就会看我这边来这边啉酒食物件，放假的。按下里互恁看，就也作用一下。对。所以为着要建功，阮即摆就是啥物部拢爱想出，因为咱剩12个月、13个月。13个月，12个月半。12个月半，咱就搁要投票啊。咱搁一摆就是讲讲，即个多数人到底有智，毋是智慧啊，就是存在的可能哦。对，若准做讲是无的，就是对啊，就是大家做伙做中国人。对，就是做伙做中国人。做伙，咱已经做伙做中国人70冬啊。毋过这边嘛是有几来个人，就是坚持伊无要做中国人。对，无真正，然后搁一直咧找，对。咱即摆搁一直咧找。亲像像就是坚持完全要用台语写台文讲台语，完全用台语来生活的人，安尼就是做正港的台湾人。像即款的人，其实我一个这个组处长官实在应该无超过10个啦，应该是无超过10个，因兜就有3个。有2个还袂晓写字。对啦。伊嘛讲2个还袂晓写字。OK。伊嘛无对，所以对，即摆讲毋知，因为对啊，咱即摆咧台湾要做这代志，真正是毋知是安怎成本较悬，会较困难。是安怎？是咧台湾要做台湾人，真尔困难。其实这真正是我嘛足囂气的所在，毋过无法度，这就是咱来现做。其实咱讲真侪摆啊，就是讲是安怎你做一个台湾人，甲你讲台语有关系，甲你写台语有关系。其实迄就是咱因可能讲做着摆，就是我摕一个物件来。我咱今仔日的题目是找出暴力的地方，就是咱今仔日是安怎要，啥物叫做暴力啊？是安怎咱要找出控制这个代志？啥物叫做控制？控制这个代志是安怎？就是咱要安怎？阿种讲今仔日有礼物啦，这是一个，就是若是咱看是安怎要问问题是无？问题。若是有迄个，阿种你这礼物名啥？我毋知咧。你就提供另外。个看卖。就是咱有老的，人上袂等的人。会当用足强的方式送出去啊，对第8个老的人送出去。你若无想要，即摆已经超过过个。我看，即摆我看是过轮顶要摕着。即摆我看是咧过轮顶咧洗版的。我看过轮顶应该是足爱鸟啊。对啊，吼。 OK。好。就是讲，照你讲是会当。袂伫我遮，拢伫我遮。我这边当，拄好。卡风。所以我对啥物叫做控制真理解，就是讲囡仔对来讲啥物控制？吵、哭、闹，这就是控制。咱讲啥就是会吵的人才有糖仔食，其实这个世界就是安尼。所以咱讲啥物叫做观念？就是权力，就是吵出来的。权力，就是透出来的。就是所有的权力拢是用控制的方式来。对，就是你莫讲，就是你想讲你要做一个理性的人，你要做一个你要做一个名讲就是莫甲人掠破面，要做一个做礼貌是。我想要下班冤家。你讲话。你要做人的时阵，请问，若准讲头行过去下边，就是讲你要做好人的时阵，若是你毋是你若是像有权利做这个代志，就是有资源、有权利者的人，伊做这个代志。你若是一个无资源人，你搁要甲人做这个代志，我拜托你，你就莫讲你是咧控制，你就完全无资格讲是控制，啥物意思？搁你敢知影到底权利是咧啥物事？啥物叫做暴力？伊按咩咁？啥物叫做暴力？我的意思，暴力。就是啥物叫做暴力？就是你看，今仔日伊会使做安怎？无，你继续讲。今仔日。今仔日，咱就讲在这个代志。对。咱就讲在这个代志啦，就是因今仔日学生其实已经对咱来讲已经真，离咱这个程度就是
我家己讲较坦白，我家己做学生的时候，我嘛无因头前我无因会扣销。第二项我无因会低价。我嘛无。对，我其实无，所以咱应该爱大大的甲因遮学生感谢嘛。对，应该甲因拍婆啊。应该甲因拍婆啊，因为我家己做袂到，我读书的时阵，我读大的时阵，我家己就是一个中华民国人，我根本毋知我是一个无关系的。我较早读大学时阵嘛是一个中华民国人，读到你莫讲啊。时代。倒边迄就是拿的人师。靠背，我嘛袂人讲。对，就是，其实咱因已经做足够的，因非常因做甲足侪人做袂到。我问你啦，所以我即摆就是要问你，我今仔日我做一个学生，我无卖过的人，我要行去到遐，我要甲迄个人，你敢知影？上强，伊名读工理化。讲伊吼有偌侪人咧甲保护啊，伊啥物我就行出去迄个所在。就是因为现场足侪人甲伊保护的啊。因为伊现场遐侪人到底像是暴力啊，遐侪人甲围掉的，安尼甲抱。我请问你，今仔日暴力的人是啥人啊？对啊，伊即摆才是有权力的人。有权力的人，伊才有才调暴力呢。对，即摆都是。而且伊做的暴力是你看袂到的呢，伊敢若伊会使足斯文，伊会使足理性的。伊讲话要他大声，伊有歹句。对。咱想我，逐摆拢爱安尼爱喊较大声，佫无人要插咱啊。毋是因为咱就是爱较大声，我讲过嘛，我有卖过时，我嘛拢免较大声。啊，毋过咱无卖过，啊咱要安怎？咱家有看。所以你到底有知影你家己是啥无？你就是无资源，你要抗争，你要佫甲人理性，你有啥物才调？我问你啦，你有啥物？你有啥物才调？我甲人理性。你若是要民主，我拜托你，你着转去坐。你若要好看，你着转去坐。你莫讲你是咧抗争，你若是讲要啥物言论自由，我拜托你，即款人伊无言论自由，伊就是因为资源，莫顾逐工咧缀伊。我请问你，我学生要抗议，媒体啥物来甲我翕？我今日要抗议，啥物甲我翕？无可能。对啊，啥物甲你插销？我看新闻稿啥物来甲我访问？无可能。啊，伊讲一句话咧。伊讲一句话，大家拢会去写。大家都去翕吧。对啊，伊就讲一句，大家唔通用暴力的方式。对啊，咱就变做暴力啦，安尼敢对？嘿啊。对啊，所以我的意思讲，恁到底有看到谁是有资源，谁是有权力，谁是徛在所有资源，谁是去互保护的人，是啥人？敢是遮学生？啊，伊去互拍假安尼，我甲你讲，咱今日已经伤客气啊！你是第米啦？咱今日已经伤客气啊啦！第米。所以，咱遮学生，咱应该爱甲顶到底。遮学生因做的代志是足，因做的代志是真正是足重要，而且是足悲。镜头煞一个。OK。你若无想要互看到，你若有想要互看到，你就离吧。啊，你若无想要互看，你大汉，你若无想要互看到，你就离去。哦，因为现场有台湾囡仔。台湾囡仔，即马佫是一个无权力的存在，因为囡仔就是这个多数地方上无权力的啦。对，咱种吼，所以咱扫转来，咱的题目啦，就是讲，咱就是要来讲囡仔，啥物意思？就是讲，咱会晓看是。是哦，你敢问啊吼？你若无想要用去，你就紧走离家去问啊吼，好无？走。你去红绿对啊？讲即摆遮无信号，敢会使上来斗上人？歹势现场直直互囡仔保掉。对，就是讲，咱这就是要讲关于即个代志，就是咱一定爱知，啥物遮个代志，咱就是爱知影讲，其实遮物件咱自细汉无人甲我教，咱自细汉就是去互北社的啦。啊，啥物叫做去互北社？囡仔是绝对就是无权利的啦。啊，毋过咱无人去注意即个代志，因为看伫你囡仔就是有无喙，你就是人讲啥物你就啥物，囡仔就是头一项你爱听话，第二项你爱乖。啊，我请问你做一个乖、做一个听话的人，你有啥物？你有啥物法度会使争取你家己想要做的代志？对，就是讲你互人要求讲你爱中立、爱理性，毋通含人冤家，互人嘛毋通含人相害的时阵，
权利这个物件，永远都是摕伫咧有权力的人的手头，伊绝对无可能。伊想我要放互你，对啊，想要放互你。我就较方便，我放互你要创啥？你就袂晓啊！对啊。你袂晓，我来放互你要创啥？对啊。你永远就是袂晓啊。对啊，所以讲，所有的权利爱会记你安尼受，所有的权利拢是用恁感觉足无理性的暴力去争取来的。啊，即种暴力即种物件，其实毋是亲像大家讲的啥物啊，大家爱理性啊安怎？其实咱要叫有权力的人要叫恁理性的时阵，就是咧骗恁啊，就是咧骗恁讲，甲恁手头的武器囥落来。嘿，对。啊，其实因叫你啊，咱坐落来好好讲的时阵，其实伊根本就无想要听恁讲。嘿啊。你坐落来，伊就免听恁讲。对。今仔是因为恁人多，伊才要听恁讲；今仔是因为恁徛的，伊才要听恁讲。恁坐落来，伊听你讲啥？对。伊就免听你讲。对，无需要啊，道你讲你的，我做我咱即摆就好。佫剩12个月，咱佫剩12个月，恁逐个爱有即个决心啦。毋过讲较坦白，这成本真正有悬。是。毋过愈侪人，咱成本就愈加。是。若是咱找无人，就是对，就是咱就是破房去死啊。对啊。毋过对，好。我想嘿。就是大家知影即个成本啊，就是咱愈侪人，成本就会愈少，而且绝对毋通惊甲人拆破面，因为咱要争取权利即个代志，绝对是一定爱拆破因的面，一定爱互因歹，对，一定爱互因歹看面，咱才有可能争取着物件。伊叫你坐落来，就是因为对，好无？真正是莫插小伊，所以。对，所以咱即摆就是搁要讲下囡仔。直用补气，直用大的代志用补气。所以即摆来讲，囡仔安怎上无管理？我甲你讲啊，啥物囡仔伊会毋知影，伊啥物敢会知影听话甲乖。我甲你讲咱即摆去公园耍啊，啊你会看到差不多20个爸母啊，有29个是安尼，就是因就是囡仔开始咧思着愈啊，啊因就讲好，对遮去，对，对遐过，好来好，啊你即摆啥物水灌去遐？了后，无，遐石头伤衰，毋通去。公园就是石头衰，喂，迄拢山，你袂使去耍。公园就是要来耍山，囡仔就是想要耍甲足垃圾的。囡仔是安怎爱耍山？因为因的目睭看袂到你看到的物件。是安怎因耍山好耍，是因为因会使搁遐起物件，伊要甲水是安怎公园内底的水爱互囡仔无限制去耍，因为一个囡仔要大汉，伊是足欠资源的，伊爱知影啥物是水，啥物是山，啥物是无共款的物件，伊爱四个去接触遮的物件，啊了后去感受遮的物件，啊伊头先有可能咱看起来是会无彩无毋对，毋过囡仔毋是读甲歹去，伊袂挑工去无彩，伊若伊泉水泉足大港，伊敢若是想要看鲸。伊是想要看讲日头钻下去了后，迄水变做轻，是啥物款？对，是啥物款？是啥物款滋味？伊敢若是想要知影者，了后伊就会无兴趣啊，是安怎伊嘛先，伊知影者，伊袂20点钟去无彩水，你敢知？啊无真正无彩水的人是啥人？是遐个大财团，伊为着钱，伊甲台湾的水摕去污染。伊无甲咱的名当作名，啊，遮个代志无人要去治伊。毋过咱看到囡仔耍水，咱就随来动。是安怎会安尼？是安怎会安尼？因为囡仔就是好欺负。囡仔就是无权力的。因为囡仔就是真好欺负啊，就是安尼尔。对，大财团因有权力，伊会当控制媒体讲，啊，你莫甲我报。莫甲你报，而且毋但莫甲你报，伊阁会使甲你写作讲，伊是一个做对社会做有。伊根本所有话语权的，伊会身份，伊甲你写作讲，资源拢咧因手头，结果。伊甲你写作讲，伊是一个 green family 的，啥物？对环境友善。friendly，就是对社会足有帮助，伊足有社会。你看到的迄拢是伊开钱请人写，你根本就毋知。因为资源所有物件拢咧因手头，就是安尼。
啊，今日囡仔的代志嘛是，就是咱去公园，咱就知影囡仔想要耍，囡仔要耍，咱就看现现，就是有囡仔咧，囡仔甲饼抢去。囡仔即摆无要甲饼做大。对哦，想要甲饼。就是咱看囡仔即个代志，就是讲一个囡仔准讲，伊蹛公园耍，伊就无伊的观念，伊想要安怎耍，头前伊就无。的时阵，你要安怎硬嘛？讲即个囡仔大汉的时阵，有法度去争取，伊哪会知啥物叫做伊的？伊就自细汉伊就毋捌知影啥物叫做伊的嘛。因为无人教伊讲要安怎争取家己的权利。伊其实免教，就是其实囡仔会晓，毋过伊就去互动态啊。即种嘛是拢免教，就是讲其实囡仔伊是人，伊生出来就是人，所以其实是囡仔才来教咱。比如讲今日有发生一个代志啦，就讲。一个囡仔伊咧骑一台车，啊，迄台车其实是阮的，就是阮即阵囡仔的。啊，伊咧骑，啊，别阵囡仔要甲阮借，啊了后，迄个啊两个囡仔拢足爱骑的，就是一个查某囡仔，阮即阵囡仔一个查某囡仔咧骑，啊另外一阵囡仔无熟识咧讲，看着嘛想要骑，啊因为咱拢想要做好人，所以咱想要有礼貌，想要互人介意，想要安怎。然后迄个囡仔想要借，啊当然其实因为阮嘛是介意囡仔嘛，所以伊要借，阮就讲啊好啊，咱来问看卖伊有想要借无。结果问伊无想要借的时阵，也是讲伊想要骑较久的时阵，迄个老母就有一点仔歹势，伊就咧甲伊家己的囡仔讲啊你莫骑伤久哦，较等下迄个咱搁换迄个囡仔骑好无？啊，我迄阵身躯，我头顶就想讲是安怎，就是讲这车是你的啊，你若准备就是安怎？对啊。袂安怎啊？啊，想要你感觉你有这个责任，所以啊，而且我感觉这是台湾人最特别的一个，就是人。足特别的一个，就是讲，你敢若袂输你欠人，你知无？你心顶无欠人呢，啊你的物件呢？嘿啊，中华民国就是安尼教台湾人啊。我中华民国伊绝对就是要甲你讨哦，伊一仙无共嘛要甲你讨哦，伊无咧甲你客气哦。啊，台湾就是袂输我欠你的，安尼敢毋对？啊，我甲你讲啊，我甲你讲较歹听，今仔日一个中国人，一个台湾人，咱免怎正人啊？咱无可能的，咱含家己是啥都毋知，咱搁爱客气，咱搁爱尊重人。哦，真歹势，你中国你对我爱尊重，我袂使对你有歹意。咱爱理性，咱毋通暴力。咱爱理性。这是啥物道理啊？嘿啊，这是啥物道理？那其实咱才是去互打在涂骹的人。啊，我请问你，你敢知影你家己是啥？你敢知影你去互打在涂骹？你毋知呢？啊是安怎？因为你自细汉就是安尼去互教惯是啊。就是去互打网瘾啊，敢毋是安尼？啊，偌济囡仔是安尼，你含蹛迄个公园耍，阮迄天就是拄着一个，其实共款一个查某囡仔，伊足趣味，就是伊会有当时囡仔会安尼，伊会挑，其实囡仔足趣味的，就是你甲囡仔去斗阵，你会知影讲囡仔会开始试。囡仔目头就翘，伊一直爱目头翘，目头无翘，伊无法度生存嘛。所以伊足紧，伊就开始知影啥物是自然，伊就知影讲啥物是上重要的所在。啊，你看迄个厝桥愈较长哦，因就去捡。我观察起来，囡仔上爱去的所在倒位？头一项楼梯，伊捡楼梯但无法度去。第二项厝桥愈上顶悬，伊捡你嘛无人遐厝。第三个就是厝桥愈下骹，伊就住遐，伊就无互人。啊，无可能，其实有足侪可能。头一项是，伊厝落来了后，伊搁咧感受迄个厝落来迄个感觉，所以伊想要搁坐一个，这是头一项。第二项，伊是真是想要动起来，伊就想讲，伊想要动起来看会安怎？后壁人敢是真正就想要厝，伊又想要来咯，还是伊若甲我整着会啥物感觉？其实整着拜托的，因为差不多中华民国设计物件，伊无较好耍嘛，无较好耍物件根本就无危险嘛。所以伊若准讲。后壁有一个，我想差不多爱只树厝落来，才有可能有代志啦。所以普通的囡仔厝落来拢是无要紧的。啊，所以毋过就是有可能会有一点仔着会崩着，还是会整着啊，就是会摸着。我请问囡仔对，囡仔甲囡仔安尼整着是安怎？就是毋过中华民国人因就是拢袂开钱。咱拢莫有，咱有接触，啊拢莫有啊。毋通冤家，对，毋通冤家，毋通
囝拢是无好。我请问你，安尼囝仔要安怎知影啥物叫做管理，啥物叫做家己的物件，家己的空间？我今仔日无啊，我拢无反正就是我拢卖，你卖就是大家拢做迄个做老爸就好啊，拢做机器人，咱拢卖互咱拢做好人就好啊。嘿啊，拜托你讲实在话啦，阮飞腾伫咧街头顶悬拄着的铜牌，无一个人咧甲你客气的啦。是啊，啥物台湾人要甲因客气，啥物咱要理性啊？是因为咱自细汉就用教，咱就是爱做中国人的所在。对。就是安尼尔。对，中国人教台湾人讲，你爱理性，你毋通暴力。是因为资源拢在因的身躯底。就是伊要骗你，甲你手头的武器囥落来，就是爱。因为进前咱人较侪，因为进前咱人较侪，咱人要甲伊拼，伊较无赢你，伊安尼甲你教。啊，即马咧，我毋知，即马到底啥人较侪，其实我嘛毋知。我感觉即马已经就是。就是中国人较侪对啊。啊，中国人较侪，进前中国人较就是即马中国人较侪，你搁要用即款方式甲伊拼，你敢有赢面？你哪有可能赢你？嘿啊，台湾人就是愈来愈少尔，愈来愈听话，愈来愈无可能正含政府赢啊，无可能的代志啊。咱咧街头拄着的统派，大家拢是话拍就拍的啊。伊敢有咧甲你客气？嘿，完全无咧客气啊。伊敢有咧看你是查某囡仔，伊无呢，论理伊嘛照常甲拍呢。嘿啊，拢有拍过啊。结果咱讲啥物袂使拍转去。嘿啊。啊，你讲你，伊是甲咱拍的。对啊，讲啥物拍倒转去的？会甲伊共款。是啥物？讲啥物拍倒转去就甲伊共款。对哦。拜托者，啥物这含甲因共款？这世人就无可能甲。中国人是零。我这世人就无可能甲中国人共款。无可能的代志。哦，我讲我生气。就生气的。嘿啊。手机要无。无甲拍落去，会做啥物款的？会去用变做中国人。对，无甲伊拍转去了，咱就变做中国人。实际上，你就是爱拍落转去啊。干要一个一定爱拍，啊，毋过咱含即马。后一项咱毋知家己是啥人的时阵嘛，你根本毋知你用打在涂骹，你用打在涂骹的人，你想要徛起来，所以会互甲你打掉的人失民主的时阵，你感觉迄是你的失民主，迄是安怎？我问你啊。就是人教出来的。对啊，人甲你教，啊了你讲。迄就是你无怪中国人会甲你教是啊。对啊。嘿啊，就是讲，对啊，真正就是统派的路上要拍台湾人拢凊彩拍，啊咱独派的。只不过是去喷一下苍尔，就讲啊，你安尼我无要支持啊，啥物有诶无诶，讲你安尼是怪暴力啊，讲啥物你安尼有受过偏激，啥物搁咧偏激，要去看卖一下统派诶分配去无？伊是牙签开人啊，无要紧，对啊，拢手变出来。嘿啊。伊是用，而且伊是用规个国家机器。现代国家机器咧甲你抬，你敢讲一句无共的，你就无去，你规个人无去，啊一个人无去就是一个家庭，一个家庭爱艰苦几60年，你敢知？我有囝我才知影，你一个人无去，对一个家庭的伤害是偌大？啊，台湾发生过遐尔多代志，啊，这个代志搁继续这代志搁继续咧发生哦，伊毋是结束啊，因为无人知嘛。其实无人知啊，伊的迄个10年的制度搁伫个啊，所以人讲啥物无族群的问题，敢若阶层的问题，我咧干你尔，都是族群造成阶层的问题。就是族群造成阶层的问题，搁讲3摆。就是族群造成阶层的问题，啥物意思？你敢知影？咱进前一直到1990年，袂去家己查，咱怎久真正小方便啊？92年，咱的迄个公务人员的任用，搁一直是中华民国公务人员任用，搁一直是台湾人，伊是以省，所以台湾省的人占规中国是2%。所以，伊的任用资格是拢甲中国省、中国其他省的人拢扣，啥物
啥物无西藏啊、新疆啊遐个拢扣去了后，剩的2%要互台湾人，啊结果就是族群的问题造成家人的问题。了后有人会出来讲，啊无啦，你好笑，因为你迄个法律是法律啦。实际上嘛无遐侪外省人，所以一半以上嘛拢你台湾人，我咧讲你尔。即摆有一条法律安尼写的，你台湾人会使吞落去，你死好啦，敢毋是安尼？就是安尼啊。法律安尼写，咱拢忘记。即摆敢有人来有出来核实嘞？恁中华民国伫个敢有人有可能出来核实嘞？无可能嘛，因为迄就是因的实名制度嘛。伊就是用迄个来甲咱实名嘛。啊，恁就无人，咱台湾人嘛1%以上拢有入去，安尼就煞是无？实名体制无可能因为同实名者入去，就变做毋是实名体制，就是安尼。就是讲，你当作族群问题无存在，其实族群问题这70档一直拢存在。就是族群的问题造成家人的问题。是。爱搁讲10摆。是。我甲你讲，台湾。就是上苦命的中国人，拢过了比台湾人搁较爽。上苦命的中国人，我甲你讲，你即摆要比，逐摆要比，讲你莫讲族群啦，有迄真正足可怜的对中国来的迄个啥物农民啊，伊嘛足可怜的。我咧教你，我请问你啦，我台湾人若是去做兵，我有伊的补助无？我台湾人去替日本人做兵的时阵，我敢领着中华民国补助？完全无可能。啊，我台湾人，我是安怎？我是安怎？我都较惨嘛。啊，请问这是啥物问题？这敢是家人问题？这就是族群问题啊。这就是族群问题，这就是实名的问题。这就是中华民国实名。进前日本人实名，日本人甲咱实名，即摆就是中华民国咧甲你实名。这个体制无死，中华民国无离开台湾，这个问题这个体制就一直咧，搁产生同款的代志。只要中华民国无离开这个岛屿的时阵，其实啥物议题拢无需要讲，啥物议题拢无，嘛无法度讨论。因为所有的权利，你想讲你为因的手头甲权利生过来的时阵，其实权利悠远搁伫咧因的手头，因就是放一寡权利啊，你咧冤家，我放一寡权利互你，你咧冤的时阵，我放一寡权利互你，是安怎？咱无要规个甲这个权利规个抢过来。因为这个权利即马就是伫咧中国人的手头，即马就是伫咧中华民国的手头，所以讲。你后日一个在讲迄个啊，迄个最近死的迄个人啊，迄个人死的迄个。哦。就是车，其实遮个代志足少人知啦，就啥物中油，迄工我嘛是听迄个。对，我嘛是听迄个中讲了知，就是遮个物件。因遮个字条到底走去倒位，台湾人拢毋知影，台湾人嘛无想要知影，因为知影了后就艰苦，艰苦了后就小歹困，啊了后就煞去。就讲啊，拢过去的代志啊，嘿啊。向来阮拢共款啦，放弃人讲种话。嘛伫就是安尼啊，哎呀，就是哪一家你个同款啊，嘿啊，哪一家你个同款敢有同款无？哪有可能同款换？通牌甲独牌敢有可能同款换？无可能，统一甲独立哪有可能同款换？统一是并吞，统一是要逼我做中国人，是。独立是我要做我家己，我无去逼任何人。是。所以。要做中国人就转去中国，遮尔啊简单。啊，要做台湾人，干会当留咧即边做台湾人尔，无可能去别个所在啊。所以即马是谁咧甲谁压迫，这是足明显的代志。绝对无，这毋是明，就是因绝对是无自由言论的。中国人住喺台湾绝对无自由言论的。台湾人你莫较客气，台湾人你莫较爱互糟蹋。莫阁继续理性落去啊，莫阁继续乖乖听话落去啊。就是讲，你继续听话落去，就是。继续甲权利，继续互伊的手头，继续安尼统治台湾人。嘿，啊，连咱台湾人要开一个台语公共电视，拢无得开。是啊，我看对啊，因阁无够，伊我安尼好啦，我怎要共算啊？真诶吼，我就是要甲算。OK。我请问恁啦，因敢无够，因敢无够？嘿啊。
悲哀啦，真正悲哀。因已经软到啥物程度？因为着台语的电视台，因已经为着台语的电视台去甲国民党的中国国民党叫国民党的人来支持咧。结果咧，我请问你，结果因摕着无？甲你讲，你要搁跪，你要跪偌久？你跪70年啊，敢有效？嘿啊。哦，现在你听。哇，好，那一环继续。就是讲，所有的权利拢是用争取来的啊！你想讲台湾人用贵的、用旧的，拜托恁，互我一个台语公共电视台，你互我一个台语的电视台好无？的时阵，其实人拢袂甲你翕人，人拢袂甲你插笑，因为中华民国大家就是要讲福建语啊，无人叫你讲台语啊，你台语就亲像高雄迄市长讲的共款啊。母语个，害你伫咧厝咧家己学就好啊，嘿啊，在即个当阵的时阵，台语公共电视台伫咧中华民国下骹是绝对无可能出现的，就是遮尔啊简单尔。哦，这位是阿昌。来宾突然间换做阿昌，那是来宾第二个。别人迄老母变做别人的囝。所以就是讲，伊是想说，啥物可能理由要动啊？即个。啊。伊讲哦，这台语无资格叫做台语咯。对，这倒是迄个啥物高金素梅的。高金素梅啊，吼。嘿，对，就是啥物爱新觉罗素梅啦。嘿，对。OK，嘿，其实即句话有影真定定听的，毋是讲伊咧讲啊，甲网络面顶，尤其是真个种去晒人一寡。到打个有人咧讲啥物啊？恁台语袂当叫做恁台语爱叫做闽南语，也是河洛话。拜托一个，台湾人讲台湾话，这有啥物差？这有啥物问题？迄人讲迄话，对啊，是啊。讲实在，即马正港的闽南话，其实台湾人是听无的呢。对啊，即马伫咧福建迄边讲的福建语，其实台湾人是无法度完全听有的，基本上80%以上拢是听无的。就举一个呢，最简单的例好啊。今日若是个结果人对波兰人讲哦，恁讲个太有生什么波兰话，迄是阮德国这边的实际了话。这种足相像的，小可人真有啊。是啊。今仔日你若一个波兰人听到德国人对你讲种话，你会变倒无？你会突然无？你会奇怪是安怎台湾人都会讲啊？对，你讲的有道理，咱袂当讲台湾话，嘿，就是台湾恁到底讲要跪偌久啦？嘿啊。敢要继续跪落去，就亲像即边台的事件同款，即马迄个啥啊？考铁啊。哦，我要检讨咱的幼稚啦。我去过幼稚，再个拍。对，这样个拍法。就是工艺化，即马有法度徛的，就是徛的，直直行出去。我感觉这就是咱台湾人唔对啊，嘿。不好意思，你要啉茶啊？多谢收煞。就是咱知影到底，是为一个囡仔开始啦，咱就爱知影讲，互伊有迄个空间。拢知影。即摆拢无咧讲伊即摆拢咧讲病毒的代志。病毒，毋是其实你自囡仔吼，想要互看你。你在创啥？等下，别甲这个报警。你讲我想要互看我的手，我想要。你们遐看迄手机是起码嘛翕着啥？就讲你无互囡仔空间做一个囡仔，囡仔就是人，你无互一个人，伊大汉伊啥物叫做人？伊嘛袂晓争取啥物是伊的权利，啥物是伊的观点，就是无论是啥物伊拢毋知，所以就是。我真正足希望，搁较侪爸母会使互囡仔搁较侪空间啊，因为你无互囡仔空间，伊大汉啊，伊就是要做一个乖的人，伊就是别人安怎看咱是上重要，伊根本就毋知影讲咱，就是讲，咱若是歹看面，若是啥物，别人就会对咱安怎。毋过重点毋是别人，重点是你家己，你是啥人，你要争取啥，你爱先知影即个代志，对啊，这是咱的重点。无你就永远就是做别人的奴才，就是别人
你会使决定你，就是我决定你乖唔乖。你卖你做你卖做路仔，你就先爱卖家加落去。这就是上重要。你希望伊会使做个思考，你就爱互伊做个思考。我今日一直看这个广告。哇，这个。今仔日。哎，天轩来啊！你喜欢的人，我今要耍。今仔这季的主题是啥？先拍出来人得到无按照后边啊。主持人甲你袂记啦。主持人，你会记咱？好啦。咱今日要教大家控精，要做一个，要做一个人爱注意控精开始。人就是控精出来的。就是即摆先伫咧直播下骹留话，甲今仔日的主题，甲今仔日的态度写出来。拍台文哦，拍台文哦，拍台文。拍底下话无要接受哦。拍底下话，请看别台哦。拍底下话有你底下话足侪台啊，所以真正无欠啦，无欠咱做侪台。底下会去评啊。哎，逐礼拜哦，吼，逐礼拜哦。尽量嘛，都看卖。哦，是安尼，对。哎，继续上来几，哦，没关系啊。建国一声，欢迎大家来唱声。今仔日的建国一声就到这。今仔日的奥利奥应该都是咦爱爆咧，爱爆咧，爱控精，噔噔。看这把这个用咱来会手。好啦，建国一声，拜拜。